son, simbaga do que son. Yalla, so pupi rompe no kan so chacho, kamar so sila rompe dichi go dikin so, o dichi go dikin so, itashi shakto ni go so tashi, so.还有一些现在后来应该说16个人。安朵那个团队的，是拥挤以前那个团队。把那个拿下，到这喊到了，喊到那个。这德吉这个弹簧又不是
真漂亮。这个是阿姨。哎，对，随时报道的，免他乱跑。这个不是小胖，我不认识，我不知道是叫啥。哪去是叶子吧？这里点长一点像那个长生巴蛋那个不是，就是黄的。大家多多点赞啊！哎你好，我看你的群里面发那个是吧？啊，我看了谁发的？哦。拥挤在旁边，在这儿看没有？他把头发扎了一下，刚刚。多少钱？掉就掉啊！这边教的特别好。我这换衣服，你先别放。哎，008也来了啊！好久这一会儿。西部的吗？啊？那可能吗？说吧，你还是照顾一下我们吧，真的。那不是西藏的吗？还有吗？带了吗？带的话好吗？看到了吗？你们这个气势。这个是在这里。啊，这个是我们团队的。各自因为我的这边。我前面我专门去看了一下。我在拍。对，我也去看了。
剩下多少人吧？你看吧，介绍一下。是英卓、兰卡多玛、苏中，还有拉库、兰多玛、许特尔。你们咋的了？哦，你这小不咋？男的主力就是扎西啊！球旗。张小璐，我上的这个弟弟，这就正常的正常的队服。还有曲珍、白鹤，还有李佳梦、戴宗，女队员都很多。这样看背影了，那没办法呀，那我放哪儿啊？能这样了，就是中间都是睡。他能，你在做检测。我也这样继续吧。飞起来了，比较后的去才对。是那边还能闪退对不对？当晚上这边有当地附近的跳舞的比较多。康巴红妈子，这个本来就是只有10个人。不专舞的，不专舞的俱乐部。咱们天天这样子吗？刚刚在那么多人，别那么认真嘛，随意一点。哎。咱们天天这样子。没叫你招手。太牛逼了！有项目我跟阿姨姐一项，有大项目。这边绵阳的，还有本地的，还有安格的，反正就是好多地方都有。就是他们安德的，安德的。你们安德是几个？好多人呢？一共有15个。15个啊？15个。哦，那跟到他们这儿一样的15个，就30多个了。还有没有几个没有来？哦，这样都30多个人。哦。他们这边来了15个安德的活动队。下一句话完了。喂，好了，没有。清朝，那个西装哥，西装塔岗吗？不是吧？那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也唱那种。走路来单子完了，走路来，我们来单子。啊，你好。他们那边拉曲的。啊，来吧。我要来报道。来吧。你啥时候到的呀？啊，7点多。7点多到的。7点好像快是好点。吃饭了没有？吃了，我们这儿吃的，这儿吃的。小胖子倒是认识。这德基和阿英他们是最好的，他们是一家的。这个是小胖吗？是不是？这个是小胖，有点胖都叫小胖。
话题那是长久活动可以。哦，大家讲的，还是别个老乡，两个鸡都蛮近的。那对吧？还是得了啊！对，但是呢，那在这里，我在这里，给上场了。同志了，这同志了。差不多都。在什么待多久？好。还有在城里边地方，境外的去不去？境外中心啊，对，境外中心可以。你们应该安排了吗？去境外吗？啊？你有点去境外吗？啊，对，现在好像星期五嘛，有点星期五。明天星期五是吧？对，人很多啊，人山人海。对。境外有点多是吧？境外是最多吗？人应该全部最多的。哦。场地最大的。咱这个都。呀，刚才举车不弄，过来。有车。那请问你们团队多少人？这次来多少人？这次来了20几个。20个。对。20几个，安德那边15个，这个差不多16个，就是40多个人。待会儿这个。过去那个，丽丽。转圈儿。不行，还是站上面。还有的上班了，还有的医生的嘛。尊敬的四川的兄弟姐妹们，大家晚上好！那个先提示一下啊，在座的每一位那个试一试，先吃一下好吗？吃到这个圆圈外边啊，圆圈外边，谢谢，感谢你们的配合啊，非常感谢，谢谢。感谢啊，试一试，除了我们那个内部的全部撤出去啊，非常感谢，撤一下啊，撤一下。好，感谢啊，感谢你们的参与啊。此外，人家的帮助营，同我演奏的等啥边，四川行情，成都中间的别的可以来小预备给，或者给本大那边的，等到因没得俺是严重的作用不给，这个周末上嘛，公共参来呢，去那边过了参政，上了得了去，可比某个学习有什么，公共得嘞。要求非常感谢啊，谢谢你们呐喊声掌声，感谢非常感谢，谢谢这么热情非常感谢。比方讲，今年年同节目你去咋上了海浪这些呢我送这些呢四川行情成都中间了用过一个没有做等这些的这里是呢我是乐居渔人这边国中拿去所居国一个人呢的
냠냠白人的切头，我是趁着中间的样本意思。对应的么啦？但是阳性加前边像杂汤的比卡的个讨论呢，不中纳税人呢，青年的选择前边国际乐意地步，给让啥把的兄弟老居有人这边，所有的国际是哪？我们这里对应的么啦？这里有个中国上面个黑产品，了，接住！好，非常感谢共同参与，共同欢乐，扎西得嘞！好，非常感谢此时此刻有请境外主持人再次来点掌声，有没有？好，谢谢。好，姚强。南巴长巴扎西的了，这个达人村呐，这个我种拿去你配合，这个国主当的，这个老瓦开始那配备，难得做点长毛国主同做当的，这个两百个毛个国主。难得那个娘的老老当的，娘的这个下浪子呢，这个娘的那里中茶地当，那里你们个我就想喽，让他把你搞石油。这个多少长毛工作同处，那兰村呐，这个不等那也同情，这个讲成都里，你懂也几个路，这个我进那人朋友过几个娘这心里，这个多少斤。像这个主席的这个国主用的那个成都呢，按这个你们没起来，这个你们的就是等待些给你个的些给个完了，这个年轻的呢，我个多见了就讲给下中就是南京有的人连村呐，这个让叔叔，这个我个多见到的，这个我那个朋友。感觉长嘛，但个刘婆这个用得当的，先把桌上些啥，因为他这穷穷是人呢，在上面那把跟着家家当的这个难得那样让人个在心活动些。好，感谢。哎呀，那把长眉给切了，给让上把那个录一几部给让上把那个是那所有有人这边相当是可以过夜的当给讨论那里，菜给讨论那里炖煮给讨论那里，所有有人这边黑的嘛，过来说的使用这里，对应的嘛啦都有个四川兴起对用个佛本来的，等到一个家里弄土的，没得阿信年中的装的个双浪金那把，王汤金那把，龙汤金那把，长眉给切了，说差不多，过去差不多，做的个人吧，长嘛，扎起，嘿。好，非常感谢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那个郭庄歌王把心中最美的郭庄歌献给在座的每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们同时感谢你们的参与，共同参与，共同欢乐。然后提醒一下咱们的那个试一试那个撤到圆圈外面来拍摄圆圈外面来，不要进到里面了里面只有我们那个内部的有3个试一试然后。麻烦你们配合一下好吗？从开始的时候从圆圈外面开始我不要进到里面，好不好？再次来一点，我们试一试，来一点掌声、呐喊声、尖叫声，响起来！好，非常感谢谢谢。好，这里当然呢，这西边你嘛，东边你嘛，普通错边你嘛的啦，咱上这边四川新鲜的小鱼边给不大用它，那些的也不弄去那把它。现在把头推到那边的你这个就穿了不多了，也叫当不可侧面那你他妈的突击下堂，赶紧下去的。马这吧，那一个现在嘛了，我就估计这啦，看着些呢，我这个忙出个就穿皮鞋吧，给这些老干了，碰弄了出去马车之类的，他老中意不中呢，我就忙一个国际这里穿的，忙一个数据军事吧这个在这里上面个空个。협조라 세네 참이게 롭종 지지서 마도 신나바서 뒤던 나바 군도 콩게 협조라 들리는 구조네 협조라 투걸 가만으로서 레바타 레디지요 接下来我唱一首大家欢迎来到枪堂，献给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扎实的嘞！谢谢。
그렇지. 중间좀 있어. 저기 가벼워 돌아오네. 와, 잠깐만, 잘 쓰네! 빠지지! 나 또 쳐줘라! 내 조자 시지마
so rong te yo sa ne cho so ta ki chu banana so yo cha tu ta chu mo so mo chu ta mo ya mo so ta ta te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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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ye ye cho pa chu le so na ki ka so cha ta so a ko ro pa chu le so na ki ka so cha ta so a ko ro pa na chi ka lo ja so bo tu ya ni le de so se mi ma ji ta ke so ka ki so che chu ge so lo ji ko su ta le so de ta ti u chu ge so lo ji ko su ta le so de ta ti u do ma yo ji wa ge ta ke si ji sa bo a me re yo ji de la 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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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扎西得了，好，非常感谢啊，感谢在座的每一位亲朋好友、兄弟姐妹啊，非常感谢你们共同参与、共同欢乐啊，感谢你们带来优美舞姿的陪伴啊，非常感谢，在此说一声辛苦了，非常感谢哈，兄弟姐妹们，再次来点掌声，要得不？好，感谢啊，感谢感谢，哎呀。哦呀，别叫空了，但是呢，这里有个啊，我这个不大的，第二个老土的，等那一个得特别，没得俺去眼都没装这里去，中国中毛上面去啊，我说老土有人的，像那是咖啡个果叶的店呐，啊，年巴的店呐，那说马娘咖啡，第二个对面satu oli ke tole na, si nabi ke kam mesti lagi zibo da yapo, mesti lagi demo le kecatis. Thì nhưng mà nhắm xuống quý vị là bố chúng nó sự kiện mà dùng cái chắc chỉ được biết thì nó bảo là xem đây này giá số gì ngôi số trăm ấy muốn thuê này ra mà cái riêng này thì nhắm bảo là tiền là số mà nhắm không biết thì ra là thuê biết sát tu cái thôi là chỉ nằm cái muốn thuê này chính chính gogu yak yak 싫어 rồi cái reva hu sama trái khi đấy非常感谢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是在座的每一位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们说坐一会儿休息一下然后这个演出完了之后就是景外的准备一下非常感谢
哦呀，别讲他是给推出的啦啊，那有给中国上嘛啊，民俗从养里小的起都从给啊，年末可就送年大笔给他嘛，年里小的起的给推出的啦。哎呀，他是给推出的啦，养金加前面将扎当大笔卡的给讨来啦啊，起了年到前面你就扎上了啊，装饰赶紧拿去对酒啊，忙一。这段节目给出来呢，下个唐伯林给还有不强当，这些养的节目的创作品都有看上的演的很热烈，这些了吧？给金庸说的，先得给啊，各位乐的，那有给中国什么，罗成什么谁，另外一首给马超版媒体做起来了，对对，这那边给拉他们你看了这这些这些了吧？给金庸过来呀，开始。好，杨小，好，非常感谢接下来的时间隆重庆祝的是2023年乡村振兴纳曲奋进唯一大赛中取得第1名，来自巴青草原的实力派歌手简勇先生，把心中最美的歌献给在座的每位兄弟姐妹们，在此来点掌声、呐喊声、鸡叫声，响起来！好，感谢，谢谢你们。突然让进攻。好，非常感谢，再次来一点掌声、呐喊声，响起来！好，非常感谢感谢四川成都的兄弟姐妹们热情的非常感谢谢谢你们好，那么接下来隆重庆祝的是来自境外的来自境外的境外的是。
哎呀，他是给推出的了啊，除了长木啊，推出。啊，现在隆重请出的是金会的啊演员们啊，除了长木播着推出的啊，大现在推出的呢啊，这些边各种些啊，这里给中国参嘛，罗真什么人家一种给马推理上的、车理上的情景最大。转一圈。非常感谢，在此来点掌声、呐喊声、鸡叫声响起来！好，非常感谢啊，感谢，好，要求。那个境外的那个队长。把那个舞蹈歌交到这边啊，英国老师这边啊，好像没有报吧？杨哥，把那个衣服做啊，再次来点掌声！好，非常感谢啊！我要大人这一边嘛，同周边的吧，不送作品，干嘛的来呢？啊，四川新津成都重庆的啊，这里有个少南京那边的，王坊京那边，龙潭京那边。啊，今那么的这下去不就那我们阿伟一起，我们可不一起，大米看着这里不是家从里做噻。毛包小心那里在中间是用不动这里说的，吃这里那里一句别人家里那里吃的人来的发差的出来，他这包里那里跟我说那么的，王塘去弄他去讲的，对不对？然后啊，等于多了，他等这是呢啊，拿走啊，拍我种那些的配用给，我去那边的，在那里找些个啊，给那边的，出来那边的，上面个啊，去那边啊，得配吧，sem的你要说说你那呢？啊，然后我们给人家的伢把那电脑那送，马上破备，给他们这里杀毒给掏来了，莫推呢，啊，把去空上面吃了，哈喽哈喽，嘟嘟，小家伙做的给人好，什么？站起，嘿！好，非常感谢啊，音乐走起。Amazing, all this at your moment. Thank you. How many this gonna be? Thank you.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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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That's okay. Yes, yeah. 那个音控老师是音控老师怎么了？还是那个老总是吧？哦，马上是吧？再说一下啊，好的。那个先等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咱们的音控老师就是来自那个4500，海拔4500啊，然后到了这边有点那个低山反应，然后马上就反应不过来啊，再次给我们的音控老师来点掌声，加油，好不好？非常感谢啊，真的心动不如行动啊，非常感谢你们热情的掌声啊。好，非常感谢啊！那么呢接下来隆重请出的是卓拉插播啊，锅着吞出啊，把心中最美的那曲锅庄舞子带给在座的兄弟姐妹们啊！祝在座的兄弟姐妹们今日在我们这个四川省成都市还没有吗？就这样啊，好。呀，一个，干死一个！要么张多的，再来，来出去。
这个除了唱梦协会非常感谢辛苦了这个男的长得又帅女的这个长得这又漂亮舞姿呢就不用说了，跳得真美非常感谢，辛苦了再次给我们的那个除了唱梦协会的全体员工、全体演职人员来一点掌声、呐喊声，响起来！非常感谢谢谢你们。我叫经理刚开始。非常感谢那么再次请出的是来自我们西藏那曲著名的老师也就是我们那曲称为是那曲国庄歌王热萨达登老师原唱国庄舞，在此献给咱们的每位兄弟姐妹们，还是前面一样咱们一起共同欢乐，共同参与。再次给我们的著名老师国庄王子来点掌声、呐喊声 ，Thank you， 谢谢。好，杨子大家一起共同参与非常感谢祝大家玩得开心。下了今天我听你们的강정로가 기약소 키바티나바 르네 문트네 나가 지치 용비 타히 모두 희지 참아 협로 자로나 가르체 Congo sote kalo que senga solo que tuke moko soto samonga chata moko no choto ya
好，扎西的嘞，好，感谢啊，感谢，再次来点掌声，大喊声有没得？好，谢谢各位兄弟姐妹们，感谢。好，非常感谢。那么接下来隆重庆祝是来自西藏那区2023年啊，那个乡村振兴那区分级唯一演出中啊比赛中的第2等奖，来自西藏那区安多草原的11位扎青帅哥，掌声有请。好，谢谢。Dear Skin Jammer, Skin and Natural Parts Music, thank you. 哎呀，不要这里就说那些网堂进攻太紧了吧？网头杨金家这里强在同那边卡的头里了啊，给他鼓掌，这里没得事了啊，我是可以我种那是，既然你当前面你去咋送了啊？从这个地那是轮住。特别那样啊，这个节目中的呢啊，这个你把里面扎心给录了吧啊，给扎心里给什么了？我给老陈从这绿了一从给，那就给中国上面了啊，扎心的那样再去把小半辈子做栏目，你咱们给拉他们你看这这个扎心，那么过来呀，开始。好的，非常感谢。然后自己如果有这种的展示的机会是非常感谢的。然后在四川成都的朋友们都是也有这样的非常看用这种的展示风采，也是非常感谢。然后我就带一首就接下来唱青藏羌塘献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感谢大家要求，谢谢。感谢。感谢。
常感谢，感谢。多谢谢，多谢谢。咱应该唱，扎起来了！边跳舞应该这样。好，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在此有情的是来自我们西藏那曲藏北草原也是咱们西藏首届那个民间寻找民间歌网比赛中取得1等奖的来自反正那个是那曲那个嘉里草原的就是称为是西藏歌网多部先生把2首心中最美的国歌歌舞在此献给在座的兄弟姐妹们，咱们一起共同参与，共同欢乐。我对杨新家前面讲到的看得懂的那点点学到学语吧，等等我是拿手给来路给云子白的那呢等到一播种听到不忙中就在这个给突然啦，下个唐波联盟忙中录音一部。이 도빈 손에 자 희비게 너무 계속이게 낚시 고기 정신들 너무 이게 들고 저거 참이게 저희 초반 비속이 고기 잡기 제거 어야서 아니제 자라 나라디 낚시 고기 대상권을 개발해 나봐 소녀한테 뭐지 이 참이 내한테 쳐봐 아니제
好，展现得嘞。感谢大家共同参与，共同欢乐啊！那么接下来时间隆重邀请的是来自羌塘西藏纳曲草原著名的实力派歌手尼玛顿珠一首心中最美的歌献给在座的每位兄弟姐妹们还是跟前面一样大家一起咱们一起跳起来，一起叫起来，一起掌声响起来，好不好？好，谢谢感谢谢谢。走我这个嘞。感谢得嘞，感谢在座的兄弟姐妹们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跳起来，雄起来，有的不？有没得掌声？好，现在的时间各位主播也下了来下，咱们一起共同参与，共同欢乐咱们在这大型的舞台里面就像来到我们藏北草原一样的欢笑起来欢快起来樱花老师，音乐准备一下 ，1 2 3 go， Yeah.
各位记者嘞，好，非常感谢啊，感谢你们热情的掌声啊，非常感谢。好，非常感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又隆重请出啊，来自球场创作协会的体育员工啊，为大家跳上一曲最美的腔汤。锅中舞啊，献给在座的每位兄弟姐妹们啊，还是像前面一样啊，咱们来自大曲的各位老师啊，也要共同参与，共同欢乐，咱们一起跳起最优美的、世界最美丽的大曲锅庄，开起来！感谢啊，谢谢。
扎西德勒，再次来点掌声、呐喊声、鸡叫声响起来！好，感谢啊，感谢，特别感谢在此祝那个卓大项目协会的所有员工们啊，感谢你们啊！好，非常感谢啊，在座的兄弟姐妹，特别感谢来自四川的兄弟姐妹们啊！咱们这个今天这个因为是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咱们这个文化交流就到此结束啊。然后明天咱们继续就是四川省成都市文化馆文华广场，咱们不见不散期待你们的到来，扎西来嘞！好，谢谢啊，那我就回去了啊，咱们就先这样哈，明天再说哈，兄弟姐妹们，好，谢谢啊，谢谢，再次来点掌声，有没得？感谢八一大哥、八二大哥，谢谢啊。好，全体员工，那个咱们那个来自西藏大区的全体演职人员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咱们那个老总说实在是我们那个，咱们这个那个来自藏北的藏北的演职人员全部集中起来，集中起来。第一个不相当给扎西德勒的球妈妈飞票的，这票的又飞进来，再跳的给俺带了球，坐的位置，坐的地方。他那边已经够大了，比以前那个老的大很多，已经退回去。来打。呀，平常来有看见就我的防护这个婆兄拿起的给那个的抽那个的乱那个这个防护这个呀行来自藏北草原的各位领导尊敬的老师们在这边排一个队这边排一个队非常感谢搞快点咱们这个天气这个老总在这边等候多久了然后马上参与一下兄弟姐妹们快一点快一点然后各位领导也过来一下参与一下，非常感谢快一点来咱们的摄影师也参与一下，快点来稍微快一点各位老师稍微快一点各位老师稍微快一点来一个右下是这样的右下不是明天晚上是那个明天晚上是文华广场对文华馆可以必须要到来再起来好呀非常感谢给你们的团长也说一下一起参与一下好来各位老师快点各位老师积极参加一下咱们那个老总要献上那个最纯洁的那个好的快点呀参与
哎，勇哥。我把脸拍上。这个跳舞也结束了吗？三八队。你这辛苦。两边的看，这边也在，里面也在，一边在里边，一边在右边。这边应该来了40多个人吧，那这边20多个，然后安德45个，这边16个，31加2，50多个人。没有什么观众，就是一些散客在这跳舞。吃饭的一些散客，加起应该有100多人吧。Thank you.
包间里面练的地方就是练功的，就跳舞的地方，下雨的地方。手机。谢谢啊，谢谢。让他这个，谢谢。没事没事。在那不是了。就是，那个下雨嘛，主要可能还好，后头的才下雨。对，它可以今天下雨下不大。这两个最好的一个嘛，随时打伞都在走在一起。呀，欢迎！再来！欢迎你们再来！张家音响，张家音响永远是你们的家。阿巴老师。下次要记住的，没太遗憾，没事哈，没事，这是弟弟。激动啊！啊？有欢迎啊！第一次听到的。公狗，公狗。你家朋友嘛？啊，没做绝育手术，没做，没有那个。长得这么漂亮，你的朋友。那个顺其自然嘛。那倒是跟我打一次。顺其自然，我也不晓得哦，那个。他们换衣服，他们在换衣服就走了，回去了。他都习惯了。我找一个一直抱了，一直抱，一直。你还得每次把抱到在。没也不重了嘛，你5、6斤重，没得好重。没得必要，家里面有娃娃，有检查有做作业，影响他。他没有，慢着。没有正常的，他那个就还正常的，他那个反正他那个正常就是有那种的，我的肝的话就不正常，他的肝的不正常，实力就正常的。哎，他就是身体健康的。还想玩？其实还想玩，老刘不想回家。快点，不要看。换衣服。我要抽一件，有打出去，来，今天就在后面。换衣服麻烦嘛，他正常的。坤哥，等一下，小王，小王有没有？我们一路嘛。啊，小王。还有哪个？小王。还可以。还有没有？就这样。还有哪个？谁说的车？西藏才几百万，西藏才200-300万，300万。你说多少钱的？拉手。哎，我们怎么来的？就坐谁？你来的时候坐的谁的车就坐谁的车回去啊？哦，有的。然后谁没有坐车？火车都跑了，谁坐的火车？不是谁坐地铁来的？我跟小王坐床铺那个车，他一个人。哦，好，我这儿不用拿，有。对。被温江了。有吗？那个床铺送的高升桥，他说的。他也不让户，他就在高升桥。窗户哥。床铺在那里。他有几个人嘛？他们有几个人床铺里面？里面有2个，他加那个。还可以坐2个。这儿，他2个，永贞和那个。永贞和那个张小璐。永贞和那个嘛，小璐。小璐2个。我把你们送到高升桥。对，他们刚刚就出来。他刚好坐餐会的车吧。啊。我要回温江那个温江，明年嘛有点什么。过户，房子过户已经要5-6年了。王屋头。限购嘛，限购的时候现在减了。王屋头在哪儿？在那这个
还有这个是，哎，他们就配10毛费。谁送的？我们两个。毛鱼，哎呀，这个是张全影响的标记。对面也不干嘛，你干一机就可以。干一机，明天你叫的话2-3个小时就干了。走。你跟我们一路的吗？没有，我自己的。没事，那开车了要走。小李子走了，小李。好嘞，他们还在调，那边，他那报了的。才1个小时43分钟，没多少时间，2个小时不到。和那个跳那个。